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海拔2000公尺的宜兰太平山，透早上低温4度，拢结霜了。银白色的世界有够水，若平地上低温是伫个新竹的关西，只有9.1度。天才拍破啊光，日头将天色染甲金黄，对青翠山崖透出一花光影闪烁。观景平台看一片白霜，白出是银白色的糖粉。这是宜兰县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。今仔日透早，上低温降到-4度。就算欣赏风景的游客看到这个情形，拢讲运气真好。6点半会有日出，就出来，然后到上面的那个平台就看到日出，然后出来之后，从上面平台看到下面有结霜，很好看，对，就很漂亮。会不会觉得很新奇？对，差点滑倒的感觉。到了宜兰的太平山，中央气象署伫今仔日早起6点20发布低温特报。每日上低温出现伫新竹的关西，敢若9.1度。起床都还要加件外套，到晚上的话，再加上风大都还蛮冷。气象主播第立功也讲，2月暗时，两道山往南接近台湾，过有一波更较强的冷空气，使到台北上低温较无11度。各地受到东北季风带来的凉空气影响，气温就会再有下降的趋势。所以在这个礼拜来说，其实整个温度起伏变化还是比较大的。天气冷起起，正式迎接寒天，民众除了爱加注意天气上新的变化，叶仔甲棉被也爱穿好边，较袂寒着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